可言的时代少年团被雷霆广告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防水睫毛膏，它真的会卸；防水眼线笔，它真的会卸；亮片眼影，它真的会卸；橘色口红，它真的会卸。我真的会卸，这是 AI 吧？哪有真人这样？回顾时代少年团一路走来。你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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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然没用不腐薯，夏天要吃天然没用，电解质冰沙，夏天要吃电解质冰沙。我是不腐薯的马嘉祺，时代在召唤，快来蜜桶。炫喝爽，炫炫炫，喝喝喝，爽爽爽！加油！我们可是时代少年团。一个人很尴尬，谁成想呢？7个人反而是给了他们一些鼓励。